2023年8月初5，第99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又阁是第一个礼拜台湾文学欣赏会的专题。我是黄桂兰，今仔日我代表2个身份来主持，一个是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台湾文学欣赏会的主持人。咱即个台湾文化论坛，逐礼拜拢总有包含台湾的任何的文化、科技、医学、天文、地理，拢总是咱的文化。咱的台湾是一个宝岛，啥物拢总有。但是咱台湾文学欣赏会特别有一个专题，伫每一个月第一个礼拜是咱文学的欣赏会。今仔日我阁代表另外一个身份是掌门时刊的社员来代表主持。多摆今仔日的话较济，请大家多多包涵。首先，咱来介绍咱今仔日的来宾。第一位是咱的前社长蔡清波，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蔡清波，我是第一日掌门的社长。我姓从文学、儿童诗，甲写现代诗的评论、古典诗的评论。我今仔欢喜大家见面，多谢。多谢，等下甲咱放伊的迄个伊的介绍吼。过来就是陈金红社长。各位主持人、各位贵宾，大家好，我是陈金红，我是苗栗通霄白沙屯人。白沙屯妈祖就是我细汉迄时阵，定定咧庙前，定定咧佚佗的所在。我细汉差不多国小5年就搬去台北，所以我的成长拢咧台北成长。了后读台湾大学研究所，了后搁甲高雄师范大学，了后搁落去高雄咧南主高中教册。我即马教册已经30档，我即马搁咧教册。那希望各位前辈多多指导，谢谢。过来是陈金东老师。主持人，线顶的前辈朋友，大家好。我是掌门的发行人，专门咧寄时刊的吼。我姓陈，名金东。金东这个金东不是金庙宇的金东，是大同世界的同哈。我真喜写诗、甲写歌、佮耍乐器。我有家己开一间乐器行哈。有卖钢琴、做调音师、教吉他，已经30几档啊。即阵嘛有帮一寡诗人吼，甲伊的诗作曲编歌。所以今仔日我要为我所敬仰的古代剑吼。古灵和先生来献唱2首诗谢谢。好，即马请陈美凤老师。主持人以及线顶的朋友，大家好哈。我是住伫高雄市的陈美凤，是中文诗社创社的同仁之一甲今仔日咱所要讨论的主角古灵和真心，熟悉将近要50档啦。但是老朋友嘛是老同事，所以真欢喜会当来参与着一场古灵和真心所写的台语诗研讨会。我去年档案文化局退休。所以，平常时嘛是加减有咧写诗，伫遮甲大家相互相研究，多谢。好，
过来请吴丽玲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住伫中立的吴丽玲。我今仔真欢喜来参加即摆的会议，多谢。过来是林碧玲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住在10号的林碧玲。今日真欢喜有即个机会，咱来念即个台语诗吼，甲大家来熟悉学习。我平常汉日咧讲台语啦吼，即届咧学习我感觉讲咱咧台语的美丽甲迄个感动的文字伫遮我感谢有即个机会，互我会使看到咱台湾气氛甲美丽。伫遮嘛讲今日暗时互我有一个美丽的心情来。我是林碧玲欢喜甲大家相识。好，咱阁有2位黄雅芝甲即个纪丽慧2个，抑阁无法度通好入来所以咱就节目嘛爱继续啦无要紧。咱今仔日的主题是，阮对梦中转来，古宁河诗人的台语诗。伫几来当前，伫面册呢，我甲国史刊定定看到郭老师写的台语诗。迄阵伊咧写类彝族、类彝族，伊华语甲台语拢有出版我见若看伊的诗，我就真受感动，若亲像伊尖伫地位共款。实在是即马现今的台语诗的高人嘛不止多啦毋过只有伊的诗会当震动我的心肝耳敢若咱基督教咧讲的对死过活咧行迄种的天路的历程共款。毋是讲我毋捌看见，我到今毋捌甲郭老师见过面。嘛无任何的交情，我敢若知影伊是咱江门的创办人之一尔。毋过看到伊的诗，我就会想讲，我若无为郭老师做一寡什么代志，我会感觉讲我足遗憾的。可见伊的诗呢，对我产生偌大的困难。对诗甲死的体会真深。有一年，阮伫桃园，阮江门诗刊有办一个小小的聚会。迄边我原来有在想讲，要甲郭宁和老师的诗，阮对梦中转来这首编做现代语来表演。毋过时间伤迫呢，实在是袂赴气啦那今仔日本正即场，我嘛想讲继续我的愿望可是旧年我的脚跋倒，脚襠骨闭开，我嘛坐轮椅坐个月月，到呾即马钉腰还袂摕出来，所以伫咧练习的过程中，发觉讲即个脚力失去真济一时一刻无法度恢复，所以我就想讲用无共的方式来表达，来求比。郭老师伊的诗的即场的活动，这是我原来看伊的诗，就有即个想要为伊做一寡代志，安尼尔。这是我想，这就是伊感动我的所在。好，咱即马要来介绍，要来邀请。前任社长蔡清波来介绍我所认捌的古宁河。你即马家己开麦克哦？社长，你有开麦克无？清波社长，你有开麦克无？有。就请你迄落。各位大家好。我今仔来介绍
高龄和生，伊伫梦中转来，有讲我即世人做我读。伊是1955年伫高雄出生，伊个经历，我想大家伫金毛展馆嘛拢会看到，我就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伊伫1972年写一篇撰文再编吧万湖，有来伫报纸刊登，这是第一篇的作品。伊的写范围真正细，伊包括是小说、了尾囡仔，伊的散文、巧妙诗题，嘛是拢有特品。过来就是讲，家己本身伫1976年来做一个海军中央军舰，伫遐做兵，嘛是一个军顶写有关海的。伊甘即个王德元先生就是中午成立一个南青社，这南青社互伊会当做一个读册会，后来因两个就甲即个会甲人数来建立即个中文期刊，尤其是伊参即个中先生。伫即个高雄渔人公园，也是进的高雄市的中央公园里面，内底创办了即个中文医学社。那伊伫遮开始发展高雄市的时段，已经有45档咯。那么高雄第一个时刊嘛是发展出来的，所以伊整个。一个作专业性的写作的作家，尤其是伫联合报，即个小说《了尾囡仔》嘛，得到高雄市文化中心甲伊出版。那么，伊是一个出好的人，尤其是伊后来任职伫洪总集团内底做一个主要的干部，伊就甲即个公司的文化带上了。文学的水准嘛，开出版社，伊这出版社伊家己嘛办真正济册。伊个人有一个特色，就是讲伊个字真水，伊会当用手来抄写诗集，所以不管家己写的手写的诗集叫做告别式以外，伊嘛甲别人写足侪。诗来做出版，所以这是一个足特殊的、足有特色的人。那么，今仔日我就来讲，伊家己本身在这个台语诗来写的方面，伊真正是一个足用心的人。在台语诗写作的时阵，咱对伊第一本的台语诗。梦中转来，会当看出伊真正写台语诗的设计，甲伊的迄个技巧，拢是完成的，加伫文学环境的向心。所以伊伫这本册内底有9个专辑，拢是做好设计，尤其是伊自创的台语，对伊属。这个系列这个所在，伊参这个迄个病痛来盘烂的时阵，伊透过这个顶顶的梦境的对面，甲这个无情的这个病痛，甲伊家己的肉体结合出，写迄种台湾人的禁区，也是讲会当甲台北非常到这。水区，那这个梦中期望江都夜雨，前方大梦，我会当看到伊一生伫这生命寒冷中，伊若像一拍火，火焰倒甲炎拍拍，照着台文学的夜空，所以对于
即个作家高凌豪伊的遗骸来曝光48，那像一工共款，伊毋惊风雨，伊一直写到即摆，甲因结过身，伊搁咧写。那么我真就来拢一句伊的诗来做一个伊的解说，甲伊的力量会当对即句诗来看到。即句诗叫做《最后的交代》。即阵我简单一个。等一下，迄个社长小等一下，迄个陈老你甲伊转迄个咱的有6条诗，其中我有搁登传迄，迄台内底有社长的即个文字稿。最后的交代。最后的交代遐，你甲切过迄边嘿。迄个贵人我无收到迄个档案。有，我搁有登传，就是迄个咱每一条诗，放伫每一条诗内底遐。我遮是无收到诶。安尼，我即马搁随传互你。好好好。有一个节目流程遐有无？嘿。你甲点击看有无？我有看到，小等我一下，我拍开一下。安尼敢有看到？下骹扭去下骹，扭去下骹，着最后的交代好，安尼请蔡清波社长来朗读嘿。最后的交代，作品，即阵我加拿大会当用眼神表达我对人世间的爱，较是真正的流恋今仔的你，毋是会当体会我的毋甘，我哪会甘毋甘今仔的你。甲厝内的人，人间遮尔美好，毋甘上柜尾，我欢欢喜喜离开，千万通相比，我已经无遗憾咯，请你点笑容送我到毋知的另外一个空间。今仔的我，时常想要好好停落来。一种沿途的风景，就毋通担心情，毋免烦恼头路，毋免看入你的心情，彻底解放家己，离开应该是完美的归宿无我，你会阁自在；无我，你会阁受气；无我，你较会开心做了。但一切美好来再回来，天好啦互你爱好好困，这是人生最后的交代。这是2020年正月刊伫中门时76字，这首诗真正写甲感觉讲伊的人特别离开。事实上，伊阵人嘛活甲好好，但是夫人已经离世了。这首诗充满了感情，甲个别真是感动人我着到这个所在，多谢大家。多谢咱的青坡社长吼。众人拢知影，咱青坡社长吼，无挂家己牺牲奉献，照顾每一个社员吼，实在，但是咱人人尊敬伊啦吼。
我加入这门时间，会使讲是我唯一正式加入有咧交社会的即个社团吼。我个人较国宾吼，较无爱受团体束缚。啊，想讲若加入去正门嘛是一个意外吼。啊，想讲加一个意思的，我着听好来人讲啊吼。啊，煞无意外吼，咱这青埔社长的听心吼，互伊感动到吼，想要离开嘛，离袂开啦。伊真正即个时效哪会感觉遮尔啊温暖哦啊！真佫亲像高雄的天气共款，遐尔啊热情吼，互你感觉讲你想要刷骹嘛，歹势刷安尼吼啊，就是有感觉有迄个甲别个社团无共的气氛安尼。再来，这就是讲甲社长的即个直接的即个即个互动有即个深深的即个感动哦。啊，即马吼过来吼，着搁想讲，嘿嘿，今年换一个新的社长啊，想讲搁趁机会来人讲啊。啊，我着甲甲尹凤社长讲。华语界吼无欠我一个菜鸟啦吼，啊，但是母语界吼连一只菜鸟吼都足欠缺吼。我想要对一寡先辈吼，因来推广吼即个台语吼，啊，专心来做即个台语的迄个台语的志工吼。我真正讲出我的心声话啊，即马我嘛是要甲线顶的逐个朋友分享，这是真正我的心真正话啦。啊，迄阵我原来甲咱即个尹凤社长安尼讲，啊，伊煞随甲我回答讲，啊，若要做吼，咱斗阵来做啦。啊，我听一个心掣阵啊，佫涌起真感动。说来去吼，咱即个尹凤社长伊佫讲要安怎做啦吼，啊，有一个迄个期待伫诶啦吼，啊，所以讲。期待咱这门时间吼，会母语版会愈来愈济啦。伊嘛，邀请侪个台语诗人吼，有头面的人吼，来咱的时间咧看安尼吼，特别邀请因吼。啊，期待讲咱吼，毋若是讲，原在有咧写的人，华语诗人的，咱嘛会当鼓励因来注重家己的文化，来找出咱家己的语言吼。若是讲遮个华语界的诗人，逐个若拢有知觉着咱台湾是一块宝吼，啊，这是咱的愿望安尼。啊，即摆吼，我足甘心的，就是讲安尼社长话一声，逐个都拢照到吼，啊，足甲我支持的。啊，上甘心的，就是讲。今仔日所来的遮的每一个人，逐个人平常时是拢无咧讲台语的。啊，其实这是现今台湾社会的现状啦。因为因即马今仔日起来遮的人，只是一个台湾的，即马是一个缩影安尼尔。因为着要来上线来演讲即个迄落吼，因。伫咧6月中啊，就开始一直咧练习，到遮因家己自我练习啦。我着甲因分配讲，啥物人做啥物工课，啊，因着一直练习啦。啊，拢毋免安怎，啊，因一直录音，因为介济第一位个拢伫教育界，毋捌咧讲台语吼。因遮个人大部分拢伫教育界咧服务嘛吼，做老师个、做校长个吼，啊。无咧讲台语啦，吼，无咧讲家己诶母语啦。啊，其中像即摆还未上线，即个纪丽慧，伊是外省第2代，伊嘛未晓。啊，毋过伊嘛足认真伫练习啦，一直录音录几啊遍，啊，一直互我听咧。啊，搁咱即个丽玲吼，丽玲伊是客人，啊，伊嘛未晓讲台语，毋过伊嘛是一直练吼。哦，我感觉讲。互我足感动的，啊，阮阁伫咧线顶排练到3遍的，我真足甘心的，我是足感谢因的。好，啊，咱即马开始要来表演，咱
有5首诗吼。大先咱要请陈金栋老师来表演古灵河伊的一首诗《我的江湖》嘿。台语诗吼有足济啦，吼，但是要有意思、有意境吼、有感情的，吼，我敢若都看迄个古代夹的诗，我看有啦，吼。那么我的江湖，也嘛就是讲古代夹最近的生活，吼。伊自从退休了后，加上气部呼吸的问题，吼。所以就袂当出门去，无像以早讲想要去倒位就去倒位。即马敢若会当踮咧客厅啦，啊，客厅迄个小小的碰椅的位置。我的江湖呢，诗内底充满着感慨甲无奈吼。加在于古代剑呢，抑佫有笔啦吼，抑佫有想法，定定将心肝头迄个郁卒甲伤怀。拢甲写出来，啊，所以才有一首搁一首的好诗啊。我的江湖，我江湖一村人的目屎。自好江湖拄命迄天开始，我的江湖不得讲剑名，我的江湖无虚情假爱，我的江湖只是我的江湖。我的江湖一寸，听一条长长的风，小小的一个位。自好江湖拄命迄天开始，我的江湖无得讲剑名，我的江湖无虚情假爱，我的江湖只是我的江湖。我的江湖一寸，要听迄条长长的风，小小的一个位。遮陈金栋伊即个江湖的即个唱出即个江湖的无奈吼。我的江湖只剩客厅一条长长的碰椅，小小的一位。透过金栋老师伊的声音，互咱真正是足感动、足感慨。咱即马阁要来邀请陈美凤老师来甲咱讲要来朗读我对梦中毋是哦，我小等一下吼。梦中转来，好，梦中转来即首感想甲朗读嘿。多谢哈。郭林和先生即首梦中转来吼。这首诗对伊来讲是真重要的一首诗，
因为伊伫几若年前，因为即个肺炎吼，住伫家护病房将近1个月，对伊来讲呢，迄摆的经历，就亲像一场眠梦共款。这首诗就是咧描写伊伫迄个梦中的过程，充满着惊吓不安吼。这首诗虽然有一点仔长，可是呢，完整表达高龄和先生按这场梦中转来的心情。安尼，我就开始来念吼。梦中转来，阮对梦中转来，找找迄段失去记忆的日子，咧笑，咧哭，也是迷茫，我拢毋知影，啥物是真，啥物是假，也是啥物拢毋是。迄一天透早，阮着行入梦中，伫正式世界早从甲暗暝开始。迄时阵，阮的灵魂已經飛佇18天外，目睭緊緊看着家己，毋知影是生也是死。一方面，徛伫清平好友因兜門口咧相視，醫生嘛伫一暝開出3張病危通知書。阮某講，家在啊，總有保庇，互阮平安行過3天的危險期。阮佇夢中開始寫故事，精彩刺激，伴阮20天。阮煞夢夢渺渺，親像共一天。阮甲阮某講，阮敢若攏無困。阮佇夢中咧搬戲，一出家己搬、家己看的戏，对阮跌落海底，用着阿强的生物证，到阮掂着无药医的传染病，到阮必须亲像破病鸡仔，互人活我摕去台。阮某只有4个拜托，互阮活落去。阮有听到阮的某囝爱阮活落去的声音，阮有听到阮的亲人爱阮活落去的声音，阮有听到阮的朋友爱阮活落去的声音，阮有听到家己要爱活落去的声音。济的人为阮食菜、念经、祈福、回向互阮。阮有看到真柔、真水的日头。阮有偌久毋捌看到遮尔啊柔、遮尔啊水的日头。日头一写一句，写写句句，拢是咧叫阮，赶紧翻头倒转来。阮敢若有看到阮某囝的形影，想要叫因，佮叫袂出声，才发现阮喙内有一支讲，话讲了后，阮才发现阮真侥幸佮活咧。阮伫梦中赶紧翻头，找找迄段互阮艰苦的迄个病，病伫阮的身躯，比甲足好势，足好势。不管是着行出来，甲阮呛声，叫阮着爱解昏，着爱运动。阮对梦中翻头倒转来，即摆阮毋敢搁再提起，逐日早暗，阮拢乖乖去运动。
逐日4月空啦，毋通去食薰，白搁再翻头转来找阮，阮嘛欢欢喜喜过日子。以上已经读了，请多多指教。多谢迄个美凤老师，伊拢是伊伊是一个朗读家吼，定定伫时刊受邀请来替人迄个朗读。检查今仔日的声音无够，迄个回音无够水，嘛是真可惜。毋过伊真正是一个足够朗读的人。咱即马先来邀请陈锦鸿社长来甲咱分享即个美伫阮心内的人的即个感想。社长，你有开麦克无？喂。请讲，请你讲即首诗的。好，谢谢桂兰。美伫阮心内，这首诗会当是讲家己的个性、角色、生活、语言的一首诗，嘛会当讲是逐个人的生活的反应。你若这首诗会当用台语来表现，会当看到这首诗的感情，但是你若用其他的语言来讲这首诗，安尼表达其实安尼的面型是看无，所以下骹手，咱若有5个人来念这首诗，你若这首诗念煞了后，阮就要来问阮家己。问阮是魔神仔，还是必须的我？咱古代业的趣味人生，伊安尼的诗，互人知影人世间的变化，一直拢遇到各种的变化。安尼的角色，其实是咱人生有精彩的表现。以上。好，多谢社长吼。咱拄啊，黄雅铁吼，黄雅铁，伊拄啊已经有起来，拄啊无介绍到，即马是毋是会当请雅铁来自我介绍一下？嗨，我叫是我闪过啊呢。无，未轮到你，拄啊好，你来迄落接线，真好。所顶的朋友大家好哈，我是黄雅铁，歹势，我毋知我名要安怎念台语，因为自细汉爸爸妈妈拢叫我雅弟，所以我拢就是讲台语就是读做雅弟。好，然后之前我有听美凤姐讲伊甲姑婆伊熟识50冬。我识伊的1/10尔，我才熟识伊5冬尔。毋过伫这5冬之前，阮就是伫网络关顶就是朋友，然后然后感觉伊是一个真照顾后辈的前辈人。我真欢喜讲，就是伊带我入来掌门。互我一直到嘛，然后教我做者写诗的方法。今仔嘛感觉足欢喜的，第一遍用台语来读诗，就是读伊的诗。大家等下我念了无好，请大家遮多多包。谢谢。咱多谢雅铁吼，雅铁是甲阮共故乡屏东人啦，伊拢毋是我人。毋是你吼，我毋是屏东人，我彰化人，但是我为台中移民去屏东。好，是安尼吼，对啦，嘿，对啦，伊迄落
邀请爷弟嘛是伊足早哩的啦，我拢感觉讲伊迄个开口就是迄个阮南部的开口就对啊啦。咱还阁有一个丽玲，是毋是一直季丽辉一直无起来？真诶起来哦。敢有起来？无呢，甲是无哦。真正是无开。丽辉是外省的吼，伊老爸是退伍军人，伊真正是袂晓讲台语，毋过伊伫即个过程中，伊上认真咧练习。伊传几啊遍的录音互我，伊感觉讲这是一个足有意义的代志，因为因老爸有讲一句话：我的故乡就是台湾。所以伊嘛是有足感动的吼，所以讲伊感觉讲伊真正嘛是爱好好来认识咱即个台湾，即个真正的故乡。咱今仔日即个秘伫阮心内的人吼，因为高凌和足厉害，伊甲即个内心的介济，我伫遐咧掠古走笔，伊用5个角色来甲伊写出来吼，有敢若是迄个平心合家迄个讲内底有自我、超我什么我互我感觉即个高凌和敢若已经超出这3个啊，所以写到5个。所以咱即马要邀请尹红、丽玲、叶铁、北玲吼，丽辉迄个我则来甲代替吼，咱就要用这来甲因表演出来吼。咱即马大家拢准备好啊？未？会使。OK。好。OK 啊。好。开始，好来。你是毋是无开麦克啊？喂，有听到声无？有，请讲嘿，大家麦克小讲啥子？这是迄个联动。我开了啦。你起来啊？哦，太我晚了。起来啊啦。丽辉，丽辉，你先介绍一下，拄仔付这个词嘿，自我介绍一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做纪丽辉，住伫桃仔园。歹势，我较慢起来，因为袂晓用电脑。我等一下要表演一首高凌和的诗，踮秘伫阮心内的人。谢谢大家。安尼好，咱大家拢照到啊吼，真趣味啦吼。大家真认真拍拼，拢无放弃。我想讲，你已经放弃啊。毋过伊真正用心上济。好，来咱开始。好，咱的题目是秘伫阮心内的人。这世人有4个人，一直秘伫阮心内。一个必须的我，一个看见的恁，一个美标册的伊，一个变化万千的魔神啊！我逐工拢来拜访阮起起落落的心情。恁三不五时来找阮，看有啥物见笑代。伊定定哪有哪无彼人阮笑阮大口呆。魔神啊，不管是拢秘伫阮兜雄雄出现。这4个人，不管是行到倒位，一直对调调。阮想照济方法，有怪我行出去欣赏这个美丽的世界。阮无差恁私底下会安怎批评，甚至看袂起。阮四过找找伊，赶紧甲春天带来，伴阮一世人。阮惊吓魔神啊，会将我掠去另外一个世界。阮心内这4个人，掠久走避，甲伊走相约。我真正想无，你要安怎又怪阮斗阵去佚佗？
恁西人伊绝对袂当互阮找着高一个所在互伊美。伊偏偏带某生仔来吓惊阮，互阮惊甲破胆。某生仔超工互阮，毋敢专心找找迄个甲我相依爱的伊。阮游玩甲即世个人，继续过着顶骹盘手的生活，日子一天一天过。阮开始怀疑某生仔的存在。阮带你甲我做伙来玩戏，阮才知影做戏空，看戏戆。阮的伊敢毋是一直陪伫阮身边？感谢即5位老师，因安尼同齐伫遮伫线顶，伫家己的厝安尼在练习。郭玲和老师即首诗呢，敢若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人华语讲的人格分裂症的迄个念遐紧张，念遐家己是魔神啊，家己念遐阁是一个软正的伊有当时阁变做敢若讲咧恐吓什么人。因即5个人的表演，拢将因的声音发挥到极界吼，真感谢因。煞啦，咱要阁继续来邀请陈美凤老师来朗读一首《见笑草》。其实郭玲和老师的《见笑草》写几啊首无共，但是时间的关系，咱无法度通好一一来表达。好，请。是，算了今呢，我为大家来念这首《见笑草》我想见笑草咱拢捌看过，这是足普遍的一种草吼。你若甲伊当着，伊的叶仔就合起来，安那亲像歹势足见笑安尼。可能何先生就是用见笑草来形容一个烟花女子吼。伫咱一般人的眼中呢，烟花女子可能是较无受到重视。不过呢，伫诗人的内心，伊并无安尼想，所以咱来欣赏这首《见笑草》。见笑草，为虾米你关系将真正的家己暗藏起来？为虾米你要将家己的名字变伫见笑的内面？是讲咧等待龙君转来，也是已经互人放煞？你安怎毋肯做一摆，讲互伊清楚？龙君伫倒位？互啥人来放煞？敢讲是为着迄人愿，也是互阮考验你？你啥物拢毋讲，啥物拢毋讲，拢毋讲，你点点徛伫风中，用灿烂的花蕊迎接小闪一个人。阮的内心线一直咧哭，咧哭，咧骂哭。莫非你的命运敢若亲像杂草？莫非阮的梦只是笑话？阮绝对无相信，阮的梦只是笑话。毋管是内在也是外缘，你拢是一蕊真水真水的花，叶仔合见是开见笑，叶仔拢嘛见笑。
变小对水情会，我先做上歹变哦，即马愈变一用变所变一目变一用伊目诶，拢会就一因会类就是要要好，多谢美凤老师。我这边听敢若是会列过啦，啊，我毋是毋知影恁遐听毋知会列过袂吼。无清楚会那个嘿。真无彩吼，因为美凤老师伊是拢读的专家，伊尤其伊有录音，伊将伊甲这两首诗拢录甲电视甲足大味安尼，见笑草就是迄种安尼足见笑迄种的情绪，伊拢表演出来吼。今仔日安尼拢有那个真无彩吼。好啊，再试一只放录音嘛？无要紧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即马嘛已经超过11点嘿。啊，即马咱陈金栋老师用手机可能较会那个啦，我想应该是安尼嘿。啊，毋过咱最后嘛是请陈金栋老师来为即个最后一首诗来弹唱，因为陈金栋老师伊的歌声甲迄落拢足迄落的，啊，毋过可能透过手机点菜是有那个吼，这就较无彩嘿。啊，毋过无要紧，咱嘛是爱继续进行吼。来，请陈金栋老师。谢谢啊。最后一首诗哈，但是这毋是最后啦，因为都还未完成咧吼，写也写袂了啦。尤其这首诗是古代夹一生的写照，更显示着古代夹对家庭、对事世的付出甲照顾，更加对伊的家后咧情深义重啊。古寺庙竟然早一步来离开伊啊，互古代夹点点写诗来怀念啊。这首诗也流露着自然翁某情深的夫妻互相倚靠。啊，古代夹会阁一直写啦吼，因为最后一首诗拢还未完成嘛吼。有生活，就有一口气，就有感想啦，就会当阁写一首的好诗吼。最后一首诗。这是最后的一首诗，一首写袂完的诗。这是最后的一首诗，诗内底有汤甘蜜甜，冤家娘济，有咱做伙打拼。斗阵见的手，有咱疼痛的囡仔，这是最后的一首诗。诗内底有阮大姨38天了后，这10几冬。你甜地，你操烦，你拖磨家己的身体，这是最后的一首诗。诗内底你暗藏家己的病情，犹原亲像羊仔吐丝，一直甲倒落去。一天，这是最后的一首诗。诗内底有咱对少年到今仔的形影，牵手41冬，怎敢放手？
这是最后的一首诗，一首未完成的诗。谢谢，感谢。多谢金童老师，用伊家己的谱曲吼来为高联合老师唱出最后的一首诗。那阵伊讲的，这首诗还未完成，因为随望伊高联合老师讲话真会喘，所以咱无邀请伊亲自来演讲伊的诗。我想伊嘛是知影咱今仔日咧为伊准备即场，所以希望这毋是最后一首诗，伊继续阁有咧出诗，愈写愈精彩。好，咱今仔日的节目到这，刷落去，咱是咧刷只就是咱 Q&A， 逐个人拢会当来问今仔日恁所有的感想甲问题。对，咱金童老师伊的吉他声，今仔日敢若拢无啥听着吼。金童老师，你今仔是清唱尔吼？我有弹咧。你有弹哦，毋过敢若听着你的声音，无听着吉他的声音诶。我阵这透过手机吼，加减拢会有即个。听着哦，呀，拢你听着吼，真好。有 ，OK， 阮第加个有听着。你好，咱今仔咱逐个拢会当迄落来请咱今仔日拢总有介侪位的老师来伫遮，恁会当看恁要点名来问倒一位，嘿。请注意，是毋是要请梁光兄先来甲咱指导一下，甲咱？好啦，指导毋敢讲啦吼，我讲一寡迄个感想吼。其实吼，我感觉即个活动办啊足好啦吼。这互我想到迄个单位吼，差不多30当前会写第一篇小说吼，叫做迄个墨树顶的革命啦。迄篇小说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讲，伊按台中要坐迄阵还阁有迄个国光号还是啥物款，还是迄款迄个通联巴士，吼，你毋知有印象头即篇小说无吼？要坐去台南吼，因场一直叫伊讲你毋通坐伤头前吼。因老母啦。因场啦，因场。原来吼，到尾去较实讲去你。迄阵啦，坐迄头前拢会放迄个 A 片啊，啥物物件，讲啊足趣味啊。到尾啊，就是讲迄个拢无啦，拢一直咧放迄个讲华语的吼。伊感觉讲安尼听甲足刺激啦吼。到尾啊吼，伊从去甲迄个车长讲啦吼。讲迄个你较毋放台语的安尼啦吼。你车长无爱插伊吼。无拍算过一阵啊，我看煞开始放诸葛亮啊，放记录下遐台语歌，好逐个本地听遐华语的拢困去吼，听着台语逐个拢醒起来，安尼吼。伊小怎讲伊无形中吼，伫迄个墨树顶吼，做一场小小的革命啦吼。我先会感觉讲今仔日即个气味还没真盛呢吼，就是拄则。既然有讲吼，咱遮个掌门时刊遮个师友吼，足侪拢是伫服务伫即个教育界吼。佮即马咱台湾的社会到30当后，即马已经咱台语实在是强要断开去啊啦吼。我感觉讲，既然含即个掌门时刊遮个社长吼。恁着袂输30当前迄个单位伫墨树顶头安尼讲，咱即马吼，咱来用台文来写吼，用台文来沟通吼。即有人起头吼，做一个起头，画一个安尼吼，变做安尼，逐个就会起来啦吼。我先讲到遮啦吼，以后若机会较顶仔若机会较来讲遮个诗啦吼。我感觉遮个诗拢足好吼，尤其迄个金童吼，伊配音乐。
嘛拢足好啦吼。虽然是安尼，今仔日的即个音响吼，毋是讲介理想吼，总是嘛会当感受到迄个气味啊吼。好，我先讲到遮。咱今仔日就是讲吼，因这拢累过啦，无其实因逐个拢表演甲足赞的啦。是。因真啊用心到超过我的想象，真正拢练习甲足大底啦。所以今仔日是有较危险，就是讲迄累过拢走味去，有较无彩淡薄啊。好来搁请即阮即日甲咱斗主语一个，也是丹罗甲咱斗主语，丹罗是咱年轻一代的主持人吼。希望明年都有会当来接班啦吼。甲咱斗主语看即摆有啥物人举手在发言，因为我今日嘛是用手机伫迄个。有想要讲话人拢会使举手吼。对咱今仔日即场吼，有啥物要指教的吼，请大家毋免客气。今仔日敢若伤恬静咧，所以感觉怪怪呢，是毋是？我来请问贵咱主持人一件代志啦吼。嘿。因为贵咱这吼是一个专业的人啦吼，今仔伊是来主持，但是个舞嘛跳得真好，我有看过吼。尤其是我伫桃园举办一个奖名小小的活动吼。伊来跳一个5时3刻，甲古宁浩先生的一个舞吼，真正令人吼印象足深刻啦吼。今仔就是较遗憾，伊讲伊骹无法度搁跳舞啦吼。若是讲有机会，你搁来表演这个舞吼，甲这个戏表现表达更加扩张，安尼一场所以活动。会当搁更加圆满，这是我的愿望吼，多谢。社长咱太家己的人咧报家己的人敢若毋对。一位展信社举手吼，我相信伊是住伫Toronto的展信社，你会使开麦克。伊遮是。用伊太太的名沙印叫苏轼，嘿。对，我这个7月11返去台湾。我若不管拄着啥物人吼，大汉的、细汉的囡仔，拢尽量吼，若拄着囡仔，我就会甲伊试着甲伊讲台湾话吼。大人也是共款，拢甲讲关于咱旧年开始的这个。就是讲，教育部已经公布讲国家语言评定法，我拢甲这代志讲过吼。讲这个已经无这个国语这个名称吼，逐款的语言拢是平等吼。所以讲我利用这个时间吼，看到人吼，就讲，搁未来我有做一个 T 恤是定台湾，我有甲写评语吼。希望大家拢会当，大家会小可觉醒，大家认真，大家咧拍拼。头拄仔听着讲，遮做诗的拢有诶，做拢教育界吼，拢伊迄个环境的问题拢讲华语吼。即摆大家拢来参加这个台湾世界大文化论坛，佫念这个台语诗，咧我足赞吼。咱咧讲这个母语，伊讲有希望吼，大家加油，多谢。好，多谢用太太的名苏轼吼，即个迄个观众朋友吼，甲咱大家斗鼓励加油啦。我即马想要敢会当请尹红老师你来讲，你
有写一首台语诗，啊，这首台语诗你写的动机，因为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好的一个过程，一个故事吼。检菜无讲，实在是真拍算，我听了嘛足感动的。啊，是毋是会当甲大家来分享？好，谢谢桂兰，因为就是咧庄脚细汉咧庄脚啦吼，所以咧到搬厝了后去都市，然后读册，所以安尼落来甲即马，算讲咱若讲台语的机会其实足少的吼。啊，亲像我今仔日搁甲阮老爸父亲节迄落聚餐所以。阮讲的话嘛是拢讲台语，但是一般甲朋友创啥，其实拢讲国语较济。所以我就是想讲看到咱就是进前就是甲桂兰是讲到台语这项代志，所以我想讲咱嘛会当来写看卖，所以我就开始想讲无咱会写看卖，看有迄个味出来袂了后我就是想讲迄个咱庄脚迄个定定就是路残穿斜讲，所以我就写伊个题目写斜讲，就是阮母的斜讲。我就想讲无来倒个看卖，看会当有迄落真好的成绩，但是就是写可能。无甲入味啦所以就是前一阵仔放都无看到安尼，所以但是我会继续写就对，我会继续努力，谢谢。你讲老师，我感觉社长啊，我感觉你甲先有讲到讲，你自细汉就是阿嬷要求你爱叫阿母的名，爱叫阿姨，袂当叫阿母。嘿啊，就是叫阮母阮来叫阿姨啦叫阮阿嬷阮阿嬷就是母叫阮母叫阿姨安尼。是我是有甲阮母有讲这项代志啦，但是伊是讲咱台湾人以前的人就是拢讲安尼话我嘛有问阮爸讲是毋是恁细汉嘛是安尼讲？伊讲对伊嘛是安尼传落来嘛是安尼讲这个阿姨是为伊才来，这嘛是这个伊就是平埔族祖先啦。所以讲，若对遮来讲，恁就是会当看出恁是苗栗遐的平埔族遐的族群安尼啦。就是讲，去偷伊找找即个过程安尼所以其实咱台湾有介济大部分有平埔族的即个即个会妹伫即马抑阁足济是安尼透南的其实咱会使讲有一半拢是透南平埔族的，只是即个事实、即个历史去暗藏去，咱逐个人拢毋知影。所以讲，咱爱去找找因为怎样有长泉讲无长泉嘛，咱拢毋捌去讲长泉嘛，因为就是要甲咱要互咱一直要甲咱迄落改变咱的历史，互咱袂记哩咱家己。我感觉这是台湾即马上严重的问题啦，所以讲。就是讲，若是大家拢会当觉醒起来，大家拢有即个觉醒去找找咱家己的历史、咱的祖先、咱的祖妈，咱家己的文化。我想咱的台语就有，咱的母语就有望啦，因为咱的母语当然即马嘛有客语嘛是有原住民的母语咱拢会当去甲找出来。咱台湾即马是一个足多元的文化，足丰富的，搁毋知有啥物人要举手发言。
有人咧问讲，咱是毋是会当投稿伫迄即个咱的奖问时间，台语师，请咱的任鸿社长来回答即个问题，也是着搁爱经过我捌有听人讲过，讲伊受邀请去写台语诗，结果无甲伊用嘛有即个情形毋知咱即马咱的奖问是用啥物开放的心态要去开放即个投台语诗即个未来即个方向，请咱的社长甲咱回答。好，多谢贵兰吼。其实今仔日的迄个活动吼，真正是爱感谢贵兰吼，到咱世界文化论坛吼，有即个机会来办即个活动吼，来咧先感谢。那第二就是讲台文台语来讲，伊若投稿吼投稿，那其实吼以前吼，什么原因其实拢毋知啦吼。但是咱即马咱嘛有邀请咱的顾问一寡有名吼，亲像林永敏吼，甲迄落潇潇、林广吼、黄世，这拢其实拢是咱会当写台文的迄个顾问吼。伊其实伊个拢会咱斗相共吼，所以咱其实鼓励大家来投稿台文方面的吼，咱其实是来鼓励啦吼，鼓励嘿，谢谢。任鸿老师吼，我毋捌看过小小老师伊写台语诗呢。对，吼，对，好，了解，好，谢谢。所以邀请伊敢对？其实阮的顾问其实是拢有啦吼，亲像咱课文的方面的吼，各种语言的其实都敢若头拄讲的吼，就是咱各种语言吼拢平等咱希望咱台文吼，希望投稿的人较济啦，因为阮逐期吼看投稿的人，其实台文占足少的，阮感觉足可惜的吼。阮希望是投稿的人较济吼，所以希望咱今仔即个机会吼，希望吼咱嘛来报上吼，希望咱会写台文的咱的前辈吼，那爱好阮的社团吼，来阮听痛，看会当来阮支持袂吼，互阮中文吼发展本土台文上大的力量吼，嘛是互阮继续为台文来努力吼。那麻烦大家，谢谢。要阁请问任鸿社长一个问题吼，咱即个台语版毋知有即个用汉字，还是罗马字，还是罗马并用的即个限制？多谢贵兰吼，其实阮拢无限制啦吼，其实阮拢尊重讲各种的语言，其实拢好。你头仔讲的即两种的吼，其实阮拢欢迎嘿。三种毋是即两种，而且都做分白话字搁教育部的吼，完全是拢无禁去是无？无禁嘿，无禁嘿。照我所知影的吼，因为我拢是用白话字吼，咧投咱的奖问是拢无甲我禁啦，毋知是毋是外来会讲禁安尼？袂啦，无即个代志，嘿，无禁嘿。但是希望就是爱有品质啦，嘿，就是写无问题，但是就是你内容爱有啊，吼，袂当讲你写一个凊彩写来别种字，吼，咱嘛是希望讲内容嘛袂歹，吼，读了的咱嘛是一种教育啊，吼，嘿。是。当然品质咱一定爱顾掉啦，因为咱嘛无希望讲咱的奖问为着要收台语诗结果内容无好哦。有人咧问吼，柯志昌，请问要投稿投位去？阮中文吼，其实咧网络有社团的迄落脸书迄个社团的迄个网址，其实吼你
若点入去吼，内底拢有写啦，嘿。啊，你若毋知，袂要紧，咱即马你着拍中文吼，其实就会找着阮投稿的管道，嘿。咱是毋是会当像奖是倒一咱中文的？字奖文是倒一字文，你敢袂使讲？你的奖文安怎写？奖奖的手奖的奖，嘿。啊，文是门口的门，嘿。哦，啊，就奖文人的奖文就对啦。对，嘿。我知，好。咱中文吼，伊是伫高雄成立的吼，其实是足本土的，啊，毋过就是母语太欠缺啦，啊，即马就是有心要推广，所以我会邀请讲来上咱的节目吼，甲大家做连结安尼。啊，事实我甲看，因为过文贤，咱之前有邀请伊来讲迄个过文贤老师，啊，甲高家辉，伊嘛拢有在投稿，我拢有注意看。啊，伊若拢用白，高家辉也拢用白话字啦，我有注意到这。啊，拄啊，景洪老师咧讲的，即个是黄刷老师，毋是黄色，伊是黄刷骹的刷。哦，伊迄个字常常会互人迄个错误去，嘿。啊，若黄纸吼，咱嘛是伊的诗话真好啦，嘿。啊，其实阮即几期吼，拢邀请咱会写台文的吼，其实有几个作者吼。写了拢袂歹，嘿，啊，其实会当让阮欣赏啦，吼。啊，阮即马嘛是因为阮是迄个为蔡清波阮前社长吼啊努力，啊，阮变台湾文学馆吼优秀的社刊，所以吼希望大家继续来投稿。为台湾台文来努力打拼，嘿。咱真正足感心迄个尹洪社长吼，伊真正有认同吼，啊，所以伊有认同即个文化、即个语言吼，伊才会安尼来推动。因为所以我拄仔就有介绍讲，我讲我咧配出蒋问的时原因的时阵，我讲我想要来做台语的志工，因为其实我嘛袂晓写，啊，毋过我感觉讲，若是检测会当斗阵来推广，安尼我感觉讲我嘛足满足，我嘛会当学习较济嘿，因为我嘛毋是诗人啊嘿，我感觉讲我嘛是咧练习安尼尔啦，我也无迄个天分智慧啦，嘿，啊，所以讲但是我感觉讲即个志工需要投入啦，安尼我只是安尼的想法尔啊，我感觉讲金凤伊互我诚大的鼓励，就是讲要做，咱斗阵来做，啊，所以即马世界在听的观众朋友，恁若是有想要投稿，欢迎恁来投稿。即马社长安尼甲恁回答，所以希望恁会当满意。也无论你用啥物文字、汉字、罗马字、白话字，还是迄个拢无甲你计较，嘿，拢会甲你收吼。袂讲因为来计较这嘿，哦，这是一个足开放的心情。啊，我知影即马陈罗嘛有在写吼，伊也写了足好诶，所以拢会当来试投吼。咱当然，咱蒋问的品质一定爱守护掉。啊，咱讲嘿，我拄仔讲着讲潇潇老师，我有看伊的诗集内底吼，伊有几首我台语诗啦，所以毋是讲伊无咧写台语诗，是较少诶。介少啦，啊，毋过我知影我那有在评审，小小是伫诗坛，迄是无话讲啦，嘿，迄是无话讲嘿。我看伊的诗集内底有几首台语诗，对。嘿，所以讲，伊来做咱的迄个顾问有那真好啦，嘿。感谢金东老师，伊真正嘿。迄个青坡社长，你要讲话先讲嘿。
好，我来补充啦吼，小小先生伊嘛是得到本土的53年的文学奖啦吼，所以伊伫台语诗内底原有写，这第一点。第一点就是讲，伫台语诗当中，因为我伫1980年，我就创办一个风吹同时刊啦，阮就伫因内底，大概有提倡即个写台文的儿童诗。那我家己本身嘛伫高雄市内底建议教育局长，把我的5首的台语诗放伫阳明国小内底。我的意思是讲。毋是我厉害，也是讲你若要推广即个台语诗，爱伫囡仔身上来开始推广，安尼互伊搁大汉开，伊原来开向写诗。第二点就是讲，伫即个基础方面，咱地方上的语文拢有台语文理教学，啊，若有老师有去推广即个本土的台语英文的儿童诗的时阵，安尼伊会发展搁较好。所以我迄天伫台南参迄个大学即个博物馆，故宫的博物馆迄个527院长，阮来讨论是即个古典的譬如我台湾的古典地名的时阵，阮也有提供着即个台语诗的问题要安怎推广，互伊有一个较确实的当做好的做法。对囡仔开始会当甲做开，所以即种的推广，阮伫即个奖门，我入来时，我就拢开放，台语诗的投稿拢无去共动，但是头先大家讲了真好，品质的问题，所以若品质好，阮一定用甲大家补充，多谢。我所知影的，迄个青浦社长吼，伊敢若是咱奖门上久的，任内上久的社长吼，甲咱服务上久的吼，是毋是安尼？我无伊甲考察啦，但是我是阮做甲适当的社长啦。咱即摆是毋是请迄个金鸿迄个社长来甲咱介绍咱的奖门历史？我敢若拄仔跳过人过呢。好，我来介绍一下吼。奖门诗社吼是咧1978年吼，由蒋顺文邀集30几个爱好现代诗的少年，咧高雄市的中央公园成立创社大会，发选呢林贤玲为首任的社长。历任的社长呢有林贤玲、郭玲和、蒋顺文、陈秋白、陈文全、李碧华、甲蔡清波。本社自从108年开始，得到国立台湾文学馆补助，甲今仔日差不多5档哦，这拢爱归功咱的蔡清波的社长，而且阮奖门诗社是优良的社团，最近哦。阮嘛为阮的诗刊放在网络开始上架，为着是希望这个社团会当搁较发扬光大。那希望讲咱各位前辈吼，那会当听从阮的社团，那会当一厘5线来阮支持，互阮来发展本土的台文。我相信吼，大家能继续来为台文来努力打拼，毋是干那投稿尔吼。你若阮奖文迄个网络人按赞吼，若是投稿，也是阮赞助吼，我相信吼，这拢是支持阮社团继续往46档、47档安尼历史啊，继续来行落去。好，谢谢。好，阁有来宾要甲咱指导的无？
志聪遐敢若有举手我有举手吼，我拄好捌潇潇啊，因为伊拄好我高中的学长啊。其实我知影较早应该是伫国中还是高中咧教国文，所以伊写大多数是华语诗啊。但是因为伊本身嘛会晓讲台语，因为我是住中部，我彰化遐吼，所以伊写的比例应该无悬。而且有可能伊写的即个台语诗吼，就甲其他的共款，就是讲伊用的字拢较属于华语化，会受到华语影响。就是讲，咱会晓听台语的人用又有意思，但是伊迄字足侪是无标准，甲教育部有真大的即个差距安尼啦。我想说，拄则我有拍一寡资料吼。我是讲，因为我是伫北部啦，我是感觉讲，拄则因为贵兰姊啊有咧讲着讲，想要来推广咱即个台语吼。我认为讲吼，传承足重要。咱即代拢会晓讲，但是吼，咱即代有足侪囡仔拢无啥会晓讲。所以我有想到一项，就是讲，互囡仔来学，至少学会晓讲即种话，伫家庭内底会使定根。就是咱来鼓励讲吼，伫厝爱讲台语的家庭，我感觉这足重要。因为敢若咱会晓讲，咱拢差不多50岁以上啊。我相信大多数会晓讲拢60岁以上吼。这人拢一年一年老咧吼，囡仔都拢接袂起来。足侪台湾人拢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讲吼，社交场合一定拢讲华语。也是讲吼，咱若拄着幼辈。足自然，咱就转去甲伊讲华语，所以变做讲，互因根本都无机会学台语咧，吼，莫讲写啦，含听、含讲拢足有问题，莫去讲写安尼吼。因为我嘛久长从事这吼，所以我伫台北有辅导一个，咱其实是美国的 Toastmaster， 伫台湾的演讲会吼。但是阮即个会拢总用台语咧做演讲，所以若有一寡伫台湾，尤其是北部，伫台北的吼，欢迎来阮的会做练习。阮就是训练人，互你讲台语，做演讲，做讲奖，做说明，商品说明也是啥物拢袂紧吼。训练你要安怎讲台语，吼。阮的聚会是固定每一个月第2礼拜的礼拜三。第2礼拜三的暗时7点，台北市中孝东路。我拄则有写互大家啦吼。我是讲你若无去验，我阁甲我的NINE ID 互恁，有兴趣欢迎来吼。我想说，我解即个台湾的台语演讲会吼。目前你看咱台湾过去，你看7、80年以前，台湾的共同语言就是台语哦。你看经过7、80年以后吼。咱的下代大多数拢无咧讲即种话啊，即种话已经去互台湾的社会改，尤其是少年人拢甲当作是，无甲当作是伊应该爱学会晓讲的话啊，所以我感觉足可惜的。所以台湾的台语演讲会，通台湾哦，剩5个尔，5个拢安尼要死啊吼，所以吼，咱大家互相相敬啦。欢迎你来遮，大家斗相共安尼好。我简单讲到这，我等下甲我的NINE ID 吼，留伫咱的迄个开讲室迄个所在，互大家看。好，多谢柯志聪老师，伊甲咱分享，大家啥体系啥交流，煞接毋知阁有啥物人咧要举手，有一边咧，桂文贤老师，请讲。大家好，我请教金黄社长，我踮咧网站敢若有看到讲咱中文甲新市路，即摆杀6抓的诗，毋过敢若内底无写着讲。是毋是限制语言，华语、台语拢无写落去？对，无写，
所以毋知影讲，因为有中文的时，伊会讲，有限制华语，还是讲台语啥拢会使。对，嘿。哦，台语拢会使。嘿。其实吼，阮家己的时间都有活动内底拢有写啦，嘿。所以吼，一般若甲别人合作吼，一般拢无写较济。但是阮时间，希望咱的前摆吼会当来投稿，嘿。是了解，安尼就会使投啊啦。对，欢迎，嘿，欢迎，对，嘿。若看杜信良吼，杜信良诗人伊不时伫每一个时刊吼，拢用台语投稿啦。伊的习惯就是安尼啦。啊，当然伊有当时嘛用华语翻译，两种语言拢有。啊，但是我有一个感想，就是讲你若用华语写的人，敢若比较较无受到肯定迄个感觉，所以就采用率就敢若较低。我有即个感觉啦，嘿，我个人是有即个感觉，嘛毋知对啊毋对啦，嘿。啊，因为我你咧拄我咧讲迄个六座的诗，迄我有看到迄个杜信良拢用台语咧写呢。这个问题问啊是真好啦，嘿，值得讨论啦。啊，郭文贤老师伊嘛写不止一诗啦，嘿。我进前吼，咱有伫一场食餐会内底呢，啊，就有一个真资深的诗人，伊嘛伫饭桌遐，啊，伊伫咧讲，伊是得到啥物国际奖啊，种有诶，一直咧讲啊，伊就伫遐讲着讲迄台语啥物台语吼，迄看无是要安怎？是要安怎？迄落是要安怎写？是啥物写咧？哪有啥物路用安尼啦吼？啊，我甲听了，我时阵啊甲伊讲，啊，请问咱即个诗人吼，敢咱即个华语，咱受华语的教育有几重？啊，你敢捌受过台语的教育？啊，咱敢是毋是逐个拢是迄落台语的青梅语？啊，伊煞阵啊点去安尼啦吼。啊，事实咱是真正拢无受过家己母语的即个教育，所以这是咱足大的问题。啊，咱即马有心要写的人，咱才开始咧写。啊，搁迄天陈明仁老师，伊有写一篇，我感觉嘛是足值得咱来思考，就是讲伊的评选，伊四个咧评选，啊有介侪内容故事拢足好诶。确实因为受到教育部的影响，拢因为教育部即马推行汉字，所以咱会变成讲咱写出来的台语诗已经华语无即个台语味，这是上大的问题。因为拢总用汉字，就有即个问题伫诶。啊，这是陈明仁老师伊伫面册安尼所发出来的声音。啊，就是有影啦，咱即马诗集要写较好，要写较会台语开诶吼，我那是要学习，我那是抑阁有真大诶即个理路伫诶啦。啊，毋过只要有想要打拼，咱拢会当继续努力啦嘿。因为像丽玲伊是客人，伊用客话来表达，我感觉这嘛是真好啊。咱要拢会当这拢是母语的一种啊嘿。当然，即马对外省人来讲，华语可能是因的母语，啊，毋过伫台湾已经成长70档去啊，来学台语嘛，应该讲会过啦嘿。啊，毋知阁有啥物人要发言？梁光兄，你是毋是今仔日要来甲咱分享一寡咱今仔日诗的内容，还是啥物？其实吼，歹势我
对这文学史吼，确实是外行啦。毋过我是感觉着咧听吼，我用一个变做讲读者啦吼诶观点来讲啦吼。我感觉讲即首迄个我的江湖，敢若剩客厅吼，含即个我对梦中转来吼，即两首我感觉讲我听了感觉真有感觉，就是感觉讲伫即三四冬内面吼。COVID 有时啊拢袂当出去吼，所以咱本地是安尼会当活跳跳吼，伫外口安尼走丛，到一个中间吼，咱的生活空间拢受限制吼，所以即个古代剑吼，伊安尼用一种真免怎讲，安尼会当安尼真安尼去接受的态度吼，伫即个虽然受限制，毋过伊的即个思想吼。无受空间的限制吼，即点含我嘛感觉讲，真有影呢嘿。虽然咱即个中间吼，即摆是可能较开放啊啦吼，毋过即个时间咱拢关伫厝里，毋过咱还佫有即个网络的聚会吼，每一礼拜一遍吼，所以会感觉讲，虽然咱的即个空间受限制，毋过要求吼。安尼会当透过网络等到咱的空间，咱的直接的即个人际网络吼，搁较开阔啦吼。对于即个迄首即个阮对梦中转来吼，对梦中转来，我会感觉着，所以即摆像讲阮即个年纪吼，拢一直渐渐咧老嘛吼。渐渐咧老吼，我感觉伊对即首对梦中转来即首诗内面吼，伊会感写着讲吼，伫迄个生命吼，含生命咧挣扎吼，伊毋通吼，即摆足侪伊爱亲爱的人拢咧甲鼓励吼，我爱活落去吼，即个到尾家己嘛家己肯定吼，讲爱继续活落去，所以我感觉即种诶。做人啊积极吼，虽然伫COVID伫病房一个月中间吼，伊嘛是佫会当用一个真有愿望、真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人生吼。这是我感觉讲，我虽然毋捌即个作者个性是，毋过我会感觉讲，哇，伊的人生一定会真精彩啦吼。我嘛会想讲。假使我若是伊吼，知影咱即个掌门时间即个师友吼，拢安尼特别摕伊的作品，安尼出来咧甲念吼，咧甲欣赏吼，我想伊会感觉着安尼，咱即个时间遮逐个真有疼心吼，互相伫遐咧鼓励，我即个团体真好啦吼。佫有啥物人要举手发言？但你敢会当甲阮讲一寡话？我感觉你今仔日迄个我感觉吼，若等落伫我拢足安心的吼，伊会甲咱放这 PPT 吼，拢足符合咱咧讲的人的迄落，若有伫的吼，我拢诚安心嘿。但你要甲咱迄落讲寡话无？你对台语的即个看法嘿？大家因为歹势，因为我的电脑迄个桌顶的电脑无连机，所以我无法度把我的影像放出来。其实我算是写作的台文写作的菜鸟啊，就是其实嘛，无讲写做真正，毋过我感觉就是，我想要讲可能就是鼓励咱刚开始写代志，学台语的有时会当尽量投稿，免讲写无好。我家己嘛是即个投稿广播迄个在文艺杂志啊。
就导出水盖啊，尾就叫关掉，所以其实免惊讲写无好，尽量写啊，尽量熬过，愈写就愈好。哦，以上。啦，拢是为练习开始啦，嘿，凡事拢是练习开始啦。咱的台语文即马嘛是，咱的母语文嘛是拢开始在练习迄个起步吼，啊，足需要大家来夹笔，你手夹起来就甲写啊。当然，大声就是讲爱会晓讲吼。咱若定定讲，自然就有迄个词入来。啊，阮嘛是要搁在学，吼，嘛是拢搁爱编字典吼，嘛是搁爱去读别人的台语文吼。好，啊，今仔日毋知搁要听迄个纪律会甲咱讲几句啊话无？哈，纪律会，我知影伊是足积极吼，咧甲咱支持咱的活动吼，咱的活动嘿。免啦，免啦，谢谢。好，多谢。伊拢大家拢足客气，拢无骄傲吼。我感觉咱江门遮实在是真温暖的所在。李宏老师，你是毋是要搁甲咱讲几句啊话，互咱搁较熟悉？因为李宏伊是伫江门一开始就担任过继到今拢无换人吼，所以咱的江门的时候，大家拢足安心的嘿。李宏是落汗是无？美宏好，无要紧啊，咱今仔日差不多嘛，要12点嘛，咱的时间。喂。美宏嘿。即马是丽玲咧讲话是无？即马无啥听到声音。即马是丽玲咧讲话，还是李宏咧讲话？我还听无啥有。我知道。好，不要紧啊。无，我看咱今仔日个节目就先到这为止。若是拢无搁有啥物人无人要搁举手，咱今仔日个节目就到这嘿。啊，咱多谢今仔日所有参与的江门的人员吼，因真正足认真地、用心地迄个练习的吼，真感动嘿，真感心嘿。好。那是要搁自由开讲的。是毋是咱后礼拜吼？